老板，快点，超市。你换个卵啊！快点你看到我在搞卫生吗？能不能快点呀？美女再快也要3分钟啊！哎，快点，什么3分钟？我1分钟搞定，站起来。牛逼！恭喜！哎，在干嘛呢你？打个微信来干嘛？安排好了，下找。因为我让你这么慢哦。然后你最快。好了，以后服我啊！让开，干嘛？让开，你慢走啊！走了。